才世界盃又丟金，負責風波再升級，郭晶晶的話終於有人信了，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。全紅嬋完美的詮釋了這句。時光回溯到2021年東京奧運會，那是他夢開始的地方，也是他一戰封神的高光時刻。年僅14歲的他，站在奧運會女子10米跳台的賽場上，眼神中透着超越年齡的堅定與自信。比賽中，仿佛化身為水之精靈，每一個動作都精準無誤，水花更是小的幾乎看不到。3跳滿分，以總分466.2分打破世界紀錄，強勢奪冠，瞬間讓整個世界記住了他的名字。他就像一顆橫空出世的璀璨新星，照亮了中國跳水的天空，成為了全民心目中的偶像。一時間，讚譽與關注如潮水般衝來。轉折點是2025年，這一年他再次站在了跳水世界盃的賽場上。預賽中，全紅嬋狀態神勇，每一跳都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仿佛又找回了當年在東京奧運會上的感覺。水花消失術重現江湖，裁判們紛紛給出高分。他也以優異的成績順利晉級決賽，讓所有人都對他的決賽表現充滿了更高的期待。然而，命運似乎在這一刻和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。決賽的氣氛緊張得讓人窒息，每一位選手都全力以赴，他也不例外。但在關鍵的第4跳，他出現了嚴重的失誤。那原本應該完美入水的動作，卻濺起了巨大的水花，仿佛一顆巨石打破了平靜的湖面，也打破了全紅嬋的冠軍夢。這一跳，他的得分瞬間被拉低，與領先的陳芋汐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。儘管他在後面的跳水中努力調整狀態，試圖挽回局面，但最終還是無力回天，最終以微弱的差距輸給了陳芋汐，與金牌失之交臂。當比賽結果宣布的那一刻，他的眼神中充滿了失落和沮喪，默默地低下頭，似乎不敢相信這一切。領獎台上，他強顏歡笑，眼中卻閃爍着淚光。那一幕讓無數粉絲心痛不已。曾經那個在賽場上自信滿滿、光芒萬丈的少女，此刻卻被失敗的陰影籠罩。而他的這2次失利，並非偶然，背後隱藏着他正在面臨的巨大挑戰。全紅嬋現在最大的困境，就是到了身體發育期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他的身高不斷增長，體重也有所增加。這些在普通人看來再正常不過的生理變化，卻給跳水的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擾。跳水運動對運動員的身體條件有着極高的要求，輕盈的身姿、超強的柔韌性，這2點是完美完成動作的關鍵。而身體發育帶來的體重增加和身高增長，使得他在完成動作時難度係數大幅上升。原本輕鬆就能完成的動作，現在卻變得異常艱難。動作的靈活性和協調性也大不如前，這直接導致他在比賽中頻繁出現失誤，水花變大，得分自然也受到了嚴重影響。他自己也深知這一點，在賽後採訪中無奈地表示，體重漲了不少，動作也因此變形，曾經的感覺可能找不到了。一句話道出了他內心的無奈與掙扎，也讓無數粉絲心痛不已。為了克服這些困難，他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，嚴格控制飲食，拒絕一切高熱量的食物，哪怕是自己最愛的零食和奶茶，也只能忍痛割愛。訓練場上更是加倍努力，一片又一片地重複着枯燥的動作，不斷調整自己的姿勢和力度，試圖找到最適合自己現在身體條件的跳水方式。然而，身體發育帶來的影響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。他的努力和堅持雖然令人敬佩，但在短期內，成績的下滑仍然難以避免。除了發育影響發揮之外，外界的議論也多少影響他的心態。鬧得最沸沸揚揚的，就是豪宅風波。事情的起因是全紅嬋家要建新房的消息被曝光，這本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改善生活之舉，卻在網絡上引發了軒然大波。據了解，他家的新房位於廣東湛江市麻章區邁合村，澤基地是村裏在他2021年東京奧運奪冠時獎勵給他的，面積為120平方米。一家人計劃將其建成2層半的農村別墅，預計總面積在300平方米左右。
從設計圖紙和施工現場來看，這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農村自建房，外牆用的是普通塗料，也沒有所謂的泳池、花園等豪華設施。然而，就是這樣一座房子，卻被一些網友冠上了豪宅的名號，質疑聲也隨之而來。有人認為，他作為一名年輕的運動員，家庭突然建起這樣一座房子，顯得過於高調，有過度商業化的嫌疑。有人惡意揣測，他的家人是在利用他的名氣來謀取私利，過上了奢侈的生活。這些無端的指責和質疑，就像一把把利刃，刺痛了他和他的家人。面對外界的種種質疑，全紅嬋的哥哥第一時間站出來回應。他表示，建房只用的是自己多年攢下的積蓄，和妹妹的奧運獎金沒有關係，目的只是想讓弟弟妹妹回家有個寬敞舒適的地方住。村裏的幹部也出面解釋，表示他家房子宅基地的分配是按照土地管理法和村裏的規定進行的。他承明之前生活貧困，符合申請條件，這次只是讓他們優先審批。申請、審批、公示流程都是透明公開、合規合法的。儘管家人和村裏幹部都做出了詳細的解釋，但仍有一些網友不依不饒，繼續在網絡上發表一些攻擊性的言論。在他深陷輿論漩渦、為失敗而痛苦掙扎的時候，郭晶晶曾經說過的一段話，猶如一盞明燈，照亮了大家的思緒。後事也讓人們對全紅嬋的經歷有了全新的認識。輸贏是一個家常便飯，如果你總贏的話，其實有的時候會忽略很多細節。當你輸了的時候，對自己來講是一堂很好的課。輸的時候可以從中去總結，找到自己的不足之處。不管對手是誰，你有多強大，其實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。這段話看似簡單，卻蘊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這也是他在自己長達22年的跳水生涯中，歷經無數次輸贏後總結出的寶貴經驗。注意，他的運動生涯也並非一帆風順。初次參加比賽只奪得第5名，2000年被國家賦予厚望，結果只拿到了銀牌，屢戰屢敗。可他卻並沒有被失敗打倒，他把這些失敗都轉化為了前進的動力，開始反思自己的不足，不斷改進自己的技術和訓練方法。也是如此，他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，雅典奧運會奪得金牌，成為當之無愧的跳水皇后。正是這些失敗的經歷，讓他變得更加成熟和強大，也讓他深刻地認識到失敗並不可怕，它是成長的必經之路。只有失敗過，才能從中吸取教訓，才能不斷地變強。全紅嬋此時的經歷，就是他的來時路。只要他剛過去，那麼前途就會一片輝煌。